藝術家蔡維任參加2026領導安怎辦對產道到新道的連接展覽，在台灣復興宮廟的支持之下，以主神威靈公的新帽新衫為主視角，向下延伸德景溪、福安溪兩大城市溪流為主軸，畫出古蹟建築甲宮廟之美。我覺得算是一個不同的內在意涵。通常我們可能對神明的想象都是以一個單純的、非常威嚴的一個肖像在這邊，但同時其實它可以擴張成整個城市的本身。然後我們透過這個作品本身，我希望大家可以看見說信仰之間本身後面更深層的意涵。這個畫布真特別，是用蚵仔殼、乾電菱角殼製作而成，這嘛正是依照古法技術製作成像的傳統材料，畫佇咧沙地長150公分、寬60公分的板仔。帽仔頂懸正中央是台灣復興宮廟，溪流兩邊擁立將近20位府城街景建築。希望用這個城市的素材。然後去畫這個作品，所以這個黑色底呢，同時也代表信仰的整個演進的過程。因為我們在拜拜的時候，會使整個廟慢慢的燻成，慢慢的焦黑的顏色。古早時代吼，城隍來等於在守護這個聖地，一個重要的角色啊吼。伊較早官方為着要管理民間，伊嘛要透過這個城隍吼來約束人民的思想啦吼，伊的行為。所以有這個城隍的信仰。今年拄好府城建成300棟，甲南美館合作，呈現出100信仰、地景甲社區基地的府城圖樣。作品完成了後，將組成屏風，再予觀者全新的樣貌。有計佇咧明年初正式來展出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